今年的金马奖多好一家子，文化部甲文化总会举办影响台湾金马60档的电影音乐会伫拜六礼拜伫国家两厅的艺文广场来举办，加强会用60条电影的主题曲，带民众来回顾台湾的电影史。即马当地排练的，就是大家拢知影的《妈妈请你夜保重》，由资深的歌手文香所演唱。这也是金马奖60周年电影音乐会当中的一条歌，要招民众回头来看台湾电影的历史。我自己唱得很有感情，也很怀念，也想到之前文香老师在拍电影的时候就有一些片段的这个影像都在脑海里面慢慢的一幕一幕的飘出来。以前有跟霹雳布袋戏合作唱他们的主题曲，但是这次呢，就是有像是《盛世传说》的主题曲，也有素还真电影版的主题曲。这次编制比较大型，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也很荣幸这样。哎，大会卡了，我们准备出发了。电影要好看，除了爱有戏吧，音乐也是真重要的灵魂。今年的金马奖拄好满一假日，9月23日是文化部和文化总会要伫国家两厅院办影响台湾金马60的电影音乐会，现场会演唱由满菜子、罗炳辉和郭敬之、蓝丁丁60条歌。歌手对自深的到少年辈、老中青三代拢有，活动开放民众免费入场。公司台语台也会伫9月23暗时7点转播，招大家做伙来听音乐、看无共时代的台湾电影。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